今日看昨开始，立法院召开临时会，行政院长陈建仁早起嘛到立法院进行性平三法的报告，接受质询。咱连线和记者郭柏坤、梁玉水来了解临时会的状况。 记者即摆伫咧立法院，今仔日是立法院的临时会，因为最近MeToo性骚扰的风波是一直引起侪社会关注。行政院长陈建仁也到现场进行业务报告，也佮有接受立法院的质询。咱来看早前的画面。见人今日应邀就性骚扰防治法、性别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等性平三法来修法，来进行专案报告，并且备询。依照我们现在卫福部的统计，大概一年会有125件事发生在教育场域当中，18岁以下师对生的性暴力事件。意思就是说，大概不到3天就会发生1件。我想这个频率是非常高的。目前可能有的黑数大概就高达80%。 那我相信院长，您看到这个数字，身为父亲或者是身为主管机关的主管，我相信院长在这个部分一定非常有感同身受的想法。所以我们想要问一问院长，您觉得这个黑数他们是什么原因导致于他们不做出申诉，或者是不提出检举？好，我想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他们会选择不来申诉的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受到了2次伤害，而且呢害怕这个行为人的这个权势的地位。 或就不愿意或者不敢来申诉。立委拢真关心校园性骚扰，也有性骚扰污诉的问题。行政院长陈建仁进前也讲，修法会增加处理宽涉性骚扰的方法，佮有增加外部申诉管道等重点。另外，这摆的临时会是到3月为止，除了性平三法以外，也会处理台美21世纪贸易协定，也佮有外役假条例一寡法案。以上是公司第一台伫咧立法院的电线报道。